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你可以介紹你自己？我叫咩嘅蘇係兒，我而家47歲，我之前有做過喺香港15年幾，我有兩個女，大嘅女係23歲，大二嘅女係5歲半。我之前有做過照顧過哥哥60幾歲，同埋有做過照顧個小朋友個 BB，都係13年幾啦。我又去街市買餸，去做家務，我係煮飯煮餸，係嘛？咁你幾時婚姻嚟啊？我係2019我婚姻嚟，9月嘅。哦，點解咧？因為我有 BB，所以我做唔到。OK， 好啊。咁你而家仲記唔記得煮中國菜啊？煮中國菜 Chinese food。我食煮個 Chinese food 啊。係煮咩餸的？例如炒菜咯，係炒瓜、蒸魚、煲湯、燜嘅嘢。OK， 好。OK，咁你而家咧諗住喺香港諗住做幾多年啊？我想做多2年，如果真係我老闆屋企可以隔多年咯，係咁。哦，即係要做耐啲嘅。OK， 明白。跟住咧，姐姐你有冇病？長期食藥？冇。OK， 有冇食煙？冇。有冇飲酒冇。？OK， 健康嘅。OK， 有冇皮膚敏感啊？食嘢敏感啊？冇嘅。姐姐你識唔食豬肉？ Sorry。食豬肉，識唔食豬肉？煮有冇問題？冇問題，但係我唔食豬肉嘅。OK， 好啊。你喺香港之前有冇試過借錢喺銀行啊？冇。OK， 好啊。你而家最中意照顧咩咧？如果喺香港，我想照顧老人家，照顧哥哥咁。哦，點解咧？你中意老人家？OK， 好啊。咁唔該晒姐姐，再見喺香港。多謝。OK， 拜拜。